他也不过问。呀，小不红嘛。可是更令童军瞠目结舌的是，他遇到的这对双胞胎正是家中的一个神秘的双胞胎家族。这个双胞胎家族一家三代连生了4对双胞胎，这4对双胞胎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老的年纪轻，依然是精神矍铄；少的刚刚半岁，活泼可人，可谓双双特别，对传奇。这个双胞胎家族中，最大的叫彭祖福、彭祖寿两兄弟，今年已经51岁。他们是这个双胞胎家族中的第1对双胞胎。1977年至1981年，彭祖福和彭祖寿先后娶妻，两兄弟又分别得1对双胞胎的儿子和1对双胞胎的女儿。2016年5月1日，彭祖福的儿子彭中华的妻子再次生下了1对男婴。向彭中华介绍自己去哪里挣钱。可是这两家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，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很凶了，平时也很难混出来。有时候没卖了，就会弄个虫子，结了包好几斤，结果1个手都没做了。一个就饿得吃苦的，一个就饿得吃苦，反正不想忙也。据美国的统计，人类正常的双胞胎出生的概率一般是15之1左右。评价1连3代连续生育双胞胎，从数据上分析，为环境污染导致鼻炎、咽喉炎，粉碎名针。立邦净卫全效采用立邦净卫技术，净卫净香，香味，第7大类真正净卫，我的灵感，我的立邦。华润漆为你提供专业简约方案，和谐配色服务，让墙面木器色彩更协调，墙面合作服务让涂釉施工更放心，服务多一点，专业多一点。华润漆企业真专家。我俩的悄悄话，我俩的嘟嘟嘴，我俩的滑溜溜。强生婴儿牛奶沐浴露，天然牛奶蛋白加上维他命 E 精华，给肌肤深层滋养的美妙感觉，展现婴儿般幼滑。我俩的肌肤，我俩的幼滑。强生婴儿牛奶沐浴露。立邦水泥水性木漆漆，采用全新环保配方，保护环境，关爱健康。立邦木漆漆。科技演绎精湛之美。日本原装液晶面板 ，Aquos Full HD 液晶电视上。明天要试镜了，怎么办？好它，可伶可俐青豆调理凝露，草本青豆配方，紧急对抗。豆豆闪电，做男人10分开快，扭不出来的滋味无法忍受。为什么男人的烦恼总是无法根除？又贫又急又痛又不出又等待，
的所以反复的发作，是以前列腺的特殊构造分不开。前列腺呢本身是才亚洲人体解剖机构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ماذا؟那你下午有做什么特别的吗？看，你下午有做什么特别的？就是看什么特别的？待会儿还是去买菜嘛。没关系，现在也可以。下午还去买菜。去买菜。到菜路那里去买。今天下午要去。今天下午去。那你现在看到在睡觉？有一点累了。其实眼睛也肿了，红了，就是有点太疲倦了。其实什么？疲倦了。我上午休息不就2个小时？今早买了好多菜，你去。买了5样菜嘛，5样。大部分有900多斤。900多斤。那你菜温都能得到高？时间长了嘛。你要不要去休息会儿嘛？我就是想去。那你去。你等会儿下午还有点事。下午。我就想到去买菜，陪你买菜。来买菜。那这样子嘛，那你去休息会儿嘛。几点钟起？现在2点半。4点钟去。 4点钟起。啊。那你去休息。
我休息一会儿。你们休息啊，我把老婆喊出来。